如来请，愿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，你救愿脱离悲伤看界，暂愿无后悔，讨放行兄，欢喜就近你，得生死命。第二继续读，为所事快乐，愿来庆贺。罪人担变正勇敢信徒，赦免愿对敌，罪赦今世，担欢喜快乐，夜听会期。第三节，献愿的生命，做你外济，接受你呼召，对切失迷，为送香邀歌，白色宴食。快乐加试炼，免讲行行，高举主基督，荣耀圣名，对忠实信徒，历史换名，愿尊重救主，探你驾事，今日所愿望，和平公义。好，咱做伙来念，对，第一节嘞。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，你救愿脱离悲伤看界，暂愿无后悔，讨望行兄，欢喜就近你，得生死命。所需到，愿来庆贺，罪人担变正，勇敢行动，赦免我对敌，罪赦今世，担欢喜快乐，夜听会期。这是请咱过来献到新信息的第173首，咱来念第一首回应的信息。恳求因果自信心，好，旋律应该有唱过啦吼，歌词嘛来读一个，预备开始。恳求因果自信心，定心充满我。恳求因果自信心。定心充满我，破碎塑造锻炼，重用吼！恳求因我自信心，定心充满我。第二节继续读来，恳求信心伫教会运行过做工，暂管尽心求合意。和睦三疼痛，牺牲谦卑克己，分享恳求因果自信心，事愿听愿望。当咱礼拜中间吟诗的时，会真做咱的祈祷吗？还是咱做伙来唱一首真水的诗歌而已？吼，咱做伙来念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二节，恳求信心的教会。
时，请咱安静心，准备参与赛去谢礼拜。兄弟，大家平安，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敬拜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播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。这时，咱来吟圣诗，圣诗300首，圣诗300首。愿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。愿真感谢你。至诚仁爱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大家悠然徛着，做来念使徒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伯利都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到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果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三角内启应文第13篇，启应文13篇，圣诗的后面1019页。我来启请会众来应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永活的上帝。我暝日用目屎准饭吞。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。我对念这个代志。我的心啊，我是安怎郁卒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还阁要称赞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。我的瀑布啊出声，深渊甲深渊三呼应。日时上主施落伊的慈爱。我要对上帝，我的石盘讲：你哪会袂记得我？我会对着求我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还阁要称赞伊。一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保守阮一切平安，互阮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，三角敬拜阿罗你。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，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。也求主因带阮刷落来的智慧，互阮用心来听主话语的教导，来得到启示。也求主赐下圣灵。开启阮的心，将你智慧启示的灵赏赐予阮，也透过今仔日牧师今仔日的传讲的信息，予阮会当阁更加明白真理，来得到造就。主啊，当阮面对困难甲挑战的时，求主赐予阮力量，予阮无受到环境变化受到影响。互阮有缘又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你，阮也要为着伫困境中甲病痛中的兄弟祈祷，求主安慰因的心，赐予因信心甲愿望，带领因行过病痛的艰难的时刻，也互因会当得到医治甲平安。也求主赐福坚固教会中一同工，成做牧者的好帮手。伫服侍中不断学习三听，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，用积极建设性的话来互相鼓励，
成做信徒的好榜样。阮也要为着140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，以及10月24、25讲释营祷求联谊赛，以及下晡的福音之声音乐会，所有筹备的一切活动，求主带领保守，互阮所做所实行的，拢会当顺利来完成，来荣耀主的名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时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我来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肯定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伊的敬拜。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心智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做好、搁完全的旨意。靠上帝互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个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伤悬，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，慎重评价家己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，逐个机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机体。照上帝赐予咱逐个恩典，互咱逐个人有得到互相无相同的恩赐。宣讲信息的人着符合信心的宣讲，服侍的人着专心服侍，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，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，正直的人着慷慨，领导的人着热诚。做主善的人，着甘心乐意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、过去行的人。这时，请圣歌队学老信靠上帝。
这时，请牧师正道题目上主完全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咱这个时阵拄拄好是要进入秋天的时，所以伫这段时间，请咱爱保重咱家己，同时嘛要邀请咱大家真正会当伫上帝话内底，伫上帝听内底，真正稳重。上帝家长教会伫最近特别对10月1号开始，一直到今仔日下晡，然后11月第1礼拜甲第2礼拜，咱要举办就是举行这系列的活动。咱透过音乐，透过见证，透过正人的敬拜，咱自己的敬拜，甚至透过拍倒球，其实拢是咧讲一项代志，拢咧讲，其实咱即个人生性命，以及教会要呈现的，其实有无共款的样性。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姿势活伫即个世间，总是咱嘛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，透过活出来无共款的活开，咱来学到上帝。所以，这是我要邀请你甲头前边后壁的人讲，真欢喜甲你做伙伫遮做伙敬拜上帝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影，阮是无完全的人，阮伫地所在也是无完全的团体。总是阮知影，虽然阮无完全，阮有当时也会讲歹话，做毋对代志，做毋对的选择。总是主，阮知你是完全，你完全的旨意要甲阮做伙伫地。老你，阮相信，阮就会伫一个完全的集体团体内底，求上帝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台湾传统的宗教内底有一种叫做神知的比赛，咱毋知咱敢捌听过？迄个比赛神知啊吼，这是一种比赛，啥物人因兜会当饲上大只、上重的猪的比赛，然后比赛这要创啥？要抬猪来迄个拜拜啦，要抬猪来拜拜啦，吼。所以2001年，宜兰的大溪，就是伫这个比赛内底比出一只重1683.3台斤的猪。就是伫这种比赛内底，这破台湾甲世界的纪录，这破世界纪录，即摆阁无一只猪仔会比平过这只猪遐尼食了遐尼重。总是不管安怎，咱知影，迄个不管迄只猪食偌重，上尾的结果是啥物货？你安知？就是互刣啦，对啊。通常互人刣了，放伫桌顶的时阵。伊的喙阁会夹一粒啥物货？真侪人拢知影咧。阁会夹一粒柑仔的。意思是啥？对，其实真正的意思，迄当然后壁真侪人讲迄啥物，迄个喜庆啦，吉祥啦，其实拢毋是。其实真正的意思叫做甘愿啦。夹柑仔的意思就是甘愿啦。这台语，迄个号一个共款的音，讲即只猪甘愿的啦。敢有影？敢有影？即只猪甘愿？咱心内底拢知影，迄只猪头甘愿啦。其实咱拢知影，咱心内底知影，迄只猪头可能迄只猪有甘愿啦。其实人嘛共款的，咱真歹
真困难甘愿啦。咱这个人是安尼啦，咱这个人就是真困难的甘愿。就亲像迄位捌做无神论者的 C.S. Lewis， 伊伫1929年的国外节迄暗，伊跪落来，伊承认基督做伊的主的时阵，伊安尼写，伊讲伫迄天的暗时，我应该是全英国上毋甘愿去回头的浪子。你毋知是安怎？伊上毋甘愿，因为伊知影一项代志，要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就袂当只有献迄只猪啦，爱献家己啊，就安尼真简单。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真正的信徒，毋是献一只猪仔、甲牛、甲羊，遐尼简单啊，歹势。这就是人毋甘愿的所在啦。爱献家己啊，就亲像今仔日保罗所讲的。保罗是安尼讲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，做活我的罪，是圣洁。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嘛是牧师，伊讲，所以这毋通只有读做真简单的连接词吼，连过来的词，是保罗爱咱遮的信的人。将上帝伫基督内底已经为咱做成的代志，也就是咱清楚知影上帝伫基督内底所做实践出来。孙宝林牧师搁安尼认为，这字其实是理解罗马书12章到16章的所示，人。其实是一个无顺服的动物。人的无顺服，有的出对家己，有的出对群体，无敬虔不义。虽然人顺服伫罪恶的关系下面，总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甲割活，要带予咱这个福音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咱就应该借着上帝这的怜悯，这复数哦吼，这原文是复数，所以是这的怜悯，献上家己。原文应该讲献上恁家己做祭物。咱爱知当一个祭物受献出来了后，已经对献祭人的产业受交出去，无搁属家己，无搁属家己。阿甘本这位意大利的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就希腊罗马当时的法律来讲，啥物会叫做相信？相信原本的一个意思内底。就是幸福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无条件要放弃家己的权利。加尔文诠释了真好，伊讲保罗借着安尼咧暗示咱无过是伫家己的权内底，是伫完全搬山入去上帝权内底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原文啊，原文是其实迄个祭物放伫头前，然后后壁有3个修饰词。我的这个修饰词的连伫祭物的后壁，所以现代的神学家，所以这才会是安尼的翻译。
近代神学家认为，这是回应保罗进前所讲过的话。保罗进前安尼讲，罗马书第6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关联，对死个活，咱嘛着过新的生活。过新的生活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其实迄个原文的意思应该翻译做生命新的款式。然后生命这个新的款式，其实伫保罗的批内底，伊真侪摆已经写出来，就是伫罗马书内底。伫遮保罗咧劝咱，请问你要献互上帝的迄个家己是啥物货？伊讲，咱要献互上帝迄个家己。必须要是活出新的款式的迄个人，这就叫做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生死后活。这上时嘛代表放弃家己的主权，咱爱渐渐接受互上帝接手的这项事实。然后咱若属伊，就会甲上帝相亲像，做遐符合伊属性的代志。然后甲上帝有关系，就叫做圣啦。所以咱有伫遮读到迄个圣洁这项代志，甲上帝有关系，就会互伊欢喜。上尾一句的和合本的翻译叫做“恁安尼服侍是理所当然”。服侍原文是指就是服务啦。有领薪水甲无领薪水拢叫服务啦。总是伫宗教顶头就指对上帝敬拜。所以翻译做应该更较好的翻译是翻译做献上真实的敬拜，所以保罗伫遮其实是要提醒咱这个献上的家己，这叫做献上上帝，互上帝接纳的敬拜。这就亲像旧约先知的提醒，真实的敬拜是任何礼仪顶头的敬拜啦，无伫逐工的生活内底顺服，就是假的敬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伫遮的敬拜，毋是伫遮敬拜尔，敬拜是提醒咱，我是属上帝哦。有可能你行出去，才真正的敬拜哦。等咱安怎活出什么款的款式，迄个就叫做基督徒献上的敬拜哦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，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。看最好佮完全的旨意。个人菲德将头两句翻译做：毋通互恁被套入这世代的样相款式，爱互恁继续不断互人变化。其实咱就活伫一个亲像保罗所讲迄个邪恶的时代。保罗其实伫刷落来。这句内底用一字真特别的字，是福音书咧描述主耶稣伫山上变貌的一个动词。这个动词啦翻译做克兰菲德啦翻译做继续不断变化。咱来知影主耶稣的山上的变貌，毋是改变伊的内面内在，伊是将伊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，毋是互咱这个人对这个世界世俗
这个世代的意识形态，这另外一个翻译啦吼。这个世代的意识形态在走踪，毋是，是咱爱清楚知影，伫基督内底，免啊彰显伊的荣耀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咧对咱讲，虽然咱的想法观念会受套入这个世代的意识形态，总是即种模式爱停落来。咱来讲 stop， 停落来，毋是互世界，是互上帝带互咱继续不断的变化，换新咱的心，通测验，迄个测验也是辨别上帝伫咱中间，以及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。准保林牧师是安尼诠释，伊讲上帝百姓必然爱面对要做义的路路，也是做罪的路路。所以咱人生吼不断咧选择啦，咱毋是做义的路路，就是做罪的路路。咱嘛一直咧选择，咱要缀什么人，对什么会拒绝的决定。然后咱嘛爱去检查、去辨别。什么互咱会当倚近上帝？什么启发咱去担当甲好款待其他的人，甲受责灭？总是各有一款是伊会教咱背逆上帝，扭曲伊的水甲好，甲伊的创造，甚至定一条搁一条不义的法律。做一道搁一道不义的墙，然后讲白贼来陷害人，甚至制造迄个暴力的制度，互人活了痛苦。真有意思的是，伫原文内底，保罗用完全之字来做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结尾，上尾迄字就是完全啦。咱来知影什么会叫做完全？伫旧约内底，摩西要求以色列百姓伫上帝面前爱做完全的人。在申命记18章13节，伫创世纪内底，创世纪对咱讲。那创世纪第6章第9节，亚伯拉罕17章第1节，拢是完全的人。圣经翻译吼，完全的人，完全原文的意思叫做完整。所以后来伫旧约内底，这字大部分拢用伫宗教的礼仪顶头，咧指迄个精神无下事啦。所以后来这字拢，然后翻译顶头，咱拢来翻译做无下事，其实是完全的意思哦。其实是完全的意思。当时伫希腊文内底，这字是指合适、完成、成熟、大汉。所以保罗用这字真特别哦，有希腊文加希伯来文的背景两个意思，要提醒咱。刷落来，伊所吩咐的这个代志，就是基督徒加信仰的团体，要显家己做者，像是要大汉成熟的要领，安尼才会当成就上帝完全的心意。就亲像我拄伫开始的祈祷内底所讲的，其实咱拢无完全啦。无完全的人做伙才有可能完全，无啦，无可能啦。所以若无上帝，咱绝对无完全。罗马书12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
靠上帝互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个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伤悬，着照上帝赐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，慎重评价家己。伫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保罗因为上帝恩典，就开始伊使徒的职分。罗马书第1章第5节。所以因为这个恩典，保罗讲，咱应该照上帝所分互咱信的迄个册啊，所以伊直接用迄个册咧量啦，迄个原文是册册，评价家己就是册啦，迄个原文是册的意思迄个一个册来量，照上帝所分互咱信的信来量咱，来衡量家己。而且这个信 ，pistos 有2种解读，咱若解读做信心，就是指上帝赐予咱每一个人的信心无共款，所以就亲像保罗嘛伫其他的批顶头讲的，讲有迄个信心较软正的，就爱有信心较坚强的人去互伊完全，所以爱互相配合。所以信心其实是伫群体内底，爱互相配合，才会当得到完全。这是一种解读啦，pisto 伫遮。总是佫有另外一种解读，这嘛是新大家伫遐讨论的啦另外一种解读叫做信用。所以若是讲信用，就是指无共款的人，总是咱拢通对上帝领受迄个平衡，就是衡量咱的行为的信用准则。咱拢会当对上帝领受迄个信用的准则，知影这是共款的。不管是对信心还是信用，既然标准对上帝来，就袂当将家己看相重，对无？就是安尼嘛。你莫看家己，感觉家己伤悬嘛。我真爱和合本的翻译叫做“看得合乎中道”。和合本的翻译真有意思讲莫看家己是较悬，但是嘛莫感觉家己伤卑微无啦，差不多中就好，看得合乎中道。就亲像刷落来保罗所讲的，罗马书12章第4到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，但个肢体各有无相像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肢体。咱来知保罗真爱伫伊的批顶头用身体、身躯来譬喻基督徒的群体，叫做教会。保罗伫遮要讲啥物？咱的信，不管是信心还是信用，拢需要用甲基督徒同伴的关系，这道尺来衡量家己的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若对上帝有信用，那安尼迄个信用会扭进咱的价值观甲意识形态。教会就是共一个身躯内底无共肢体，虽然对，咱的观念想法就是无共款。咱就是真无共款啦，其实每一个人拢真无共款。咱嘛各有各无共款的功用，总是共一个身躯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脚若痛，我会当感受到；手若痛，全身躯拢感受到，对无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是彼此需要。然后伫这个圣经内底，保罗有一个强调，就是伫基督里。咱若注意看读
第50迄个翻译吼，无，还没有上去吼。伫基督内底，伫基督内底，其实是拄拄咧强调，咱若有法度合一，就毋是人啦，就毋是讲要看人的什物人的面子较大，我就甲你较好势，无啦。咱若要合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。就亲像说来，罗马书12章第60所讲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，咱逐个人有得到无三项的恩赐，宣讲信息的人，就符合信心宣讲。保罗提醒咱，恩赐是上帝所赏赐。虽然有当时啊，有一寡恩赐，伫某一寡人身躯顶头有一点仔差别，就亲像现在我徛咧讲话，啊，咱坐咧听。其实讲嘛爱有讲的恩赐，听嘛爱有听的恩赐。真简单哦，这叫做拢是恩赐。啊，到影讲的人较大，歹势无？可能有当时啊，咱伫这个世间，迄个价值观会受这个世间的价值观的影响。到影讲的人较大无啦，毋是。到影徛伫摕麦克风的人较大无啦，毋是。咱爱有熟练的眼光去看到逐款伫教会内底无共款的人，咱呈现无共款的恩赐。其实听嘛爱有听的恩赐，啊，伫厨房咧无用的嘛爱有厨房无用的恩赐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遐恩赐咱阁无法度呢，对无？咱嘛无法度呢。啊，当有啥物会较大？歹势无？因为对领受恩赐的人，用神的迄个笑来看。有共款的价值，因为迄拢对迄个审判甲怜悯的上帝来。对第60个后半段开始，保罗就开始提起伫教会内底的恩赐，伫和合本啦翻译做讲有言。即字伫新约内底真侪摆来出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0节啦，翻译做先知的话，拢共一字咯吼，真歹势，拢共一字。总是不管是旧约甲新约，先知的话重点毋是咧有言，所以真歹势，安尼的翻译真容易互人误解。先知的话是要讲啥？要宣告上帝的话啦。总是若是上帝出对上帝的话，一定会实现，就是安尼尔。这若出对上帝，那安尼这就一定会实现。所以所有的预言其实是对安尼来的啦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啦翻译做传讲信息。总是伊直接讲爱符合恁的信心宣讲哦。罗马书12章第7节到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服侍的人着专心服侍，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，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，真济的人着慷慨，领导的人着热诚。最资深的人就甘心乐意。第7节啦，照原文应该做这事伫这事中，迄个原文的意思，总是安尼读无啥清楚吼。这当然有可能是咧指当时初代教会这事啦，应该尽这事的本分。所以第一句服侍吼，
总是即字其实原文有更较大的意思，会当指任何形态的服侍。所以中文译本和合本嘛翻译做服侍，然后现代台语译本嘛翻译做服侍。现在甲咧讲服侍、教导、甲劝勉，写的方法拢共款，就是伫即事爱伫即事中，教导爱伫教導中。你听有意思吼，迄个原文，但是吼安尼写可能咱无啥了解吼。劝勉中，原文安尼尔啦。所以伊讲服侍、教导、甲劝勉写法拢共一个形式，所以保罗伫遮有可能是咧讲一项代志，不管咱用无讲话服侍，还是有讲话的教导，就是劝勉的服侍，拢对上帝来。也出对伊的稳定，然后后壁搁三组，上尾即三组是甲人分享，互人。保罗讲，恁爱动机单纯啦。加里文是安尼讲，无迄种稳重的动机啊。咱来知影吼，互人甲接受礼物是一个学问。你要送礼物互人？甲接受礼物，咱爱知影，伫这个社会吼有一个潜规则。通常送礼物互你的，通常有可能拢有一寡动机。有当时啊，毋通想讲冒着啊、趁着啊吼，人暗时就撸一个500块过来互你，有可能啊吼。迄就是叫你迄投票进前，叫你爱去投票啦。听意思吼？所以保罗伫遮讲啥？保罗伫遮讲真济，其实迄个真济其实是嘛有迄种，其实是原文是互人啊。所以互人毋通有稳重的动机啦。伫遮咧讲这样代志，做领袖、领导，原文叫做治理的。伫历史顶头，确实亲像初代的神学家叫做奥利根，以及加里文拢安尼解读做保罗伫遮所指的，其实是治理教会的领袖。总是因为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的第4节、第5节、第12节，是用来指管理家己的家。即字啊吼，即字是管理家己的家。所以，咱可能无需要过头来解读保罗伫遮用的字。近代神学家指出，检采正是咧指遐个代表教会去关心遐个无力保护家己的人，因为治理，啥物会叫做治理？治理代表一个社会地位，伫这个社会内底，你可能会无啥共款，要伫就亲像门徒因要比大细共款啦。治理嘛包括治理钱，所以犹太伫迄群门徒内底嘛是领袖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治理是一个社会地位较悬的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咧讲保罗伫遮所讲的治理，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治理的动词甲名词帮赞者是共一个字源，所以意思就是治理的爱照着家己的社会地位去做，会当帮赞人的遐个需要帮赞的人的朋友。这甲上尾人民人其实有真大的关系，因为人民人。这个意思就是代表教会去关心病人、帮赞送乡人、照顾老人，就是软弱的人。加里文是安尼解说：看见帮赞的人热心，随时准备要提供帮赞，无啥物会比这搁较互病人以及其他拄着患难的人得到安慰的。所以，伫教会要发挥这个治理，
慷慨、分享、怜悯，就是爱无计较咱要得到啥，就是爱无计较咱要得到地位、得到名声，就是别人带咱拍扑啊。是当人因为咱所做，为着上帝，咱爱知这拢是上帝恩典，所以为着上帝所做、所言、所讲的，人会当对安尼得到圣神的安慰甲好处的时阵，咱伫边仔观看，其实咱就得到好处啊。咱因为因来欢喜，这就是咱的报赏。因得到迄个面满足的面容。咱会因为安尼来得到报赏。1895年是台湾伫清朝甲日本战争了后所定落来迄个马关条约内底，执政者对清朝改变做日本的迄当。伫迄年1895年，日本军队就对北台湾甲南台湾上花，军队上花，要来接受台湾，然后伫台湾真侪所在发生真侪战争，甚至是动乱的事件。伫迄当时袂少人，总是伫迄当嘛是马偕牧师要转来对加拿大，转去加拿大，伊复职。述职啊，吼，因讲述职，其实是转去国教会见证，然后后来马偕牧师也伫加拿大受选做总会议长，因为伊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宣教师。1895年，伊准备要转来，所以当年有真侪人苦劝马偕，你爱留伫真安全的加拿大，莫转去危险的台湾。总是马偕牧师却决定伫迄当下9月份开始坐船。歹势当时无亲像今仔日吼，讲坐差不多1、2天，迄个北美就会当转来到台湾吼，无遐简单啦吼。当时至少爱经过1个半月，坐船就安尼转来。伊也伫迄当出版一本英文的自传。传记叫做《From Far Formosa》，然后伫这本册内底，迄当伊出版的这本册内底，其实伊就用一条诗来回答是安怎伊一定爱转来台湾。这其实就叫做最后的徛家啦。迄就是这条歌出现的所在。伫伊所写1895年出版。伫英文世界真大流行，因为当时其实外国迄个欧美吼对迄个东方的世界吼真好奇，所以对伊写落来了后，到伊死，历来有真侪翻译。咱伫10月1号所举办的音乐会内底，上尾大合唱就是这条歌。我要建议咱大家，我无要直接放。要建议咱大家会当上网络来听。伊写讲：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，我的人生拢总献互你。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，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。毋愿我人生的煞尾站，伫大雁拍花的响声中，伫竹拿摇动印影里。找着我一生最后的徛家，这就是伊咧应答，伊用写这首诗、写这本册来应答伊一定爱转来的原因。我一直咧想讲，是啥物会互宣教师甘愿冒性命危险，不管安怎拢爱转来，甚至伊选择上尾待伫台湾的原因。其实，若毋是上帝恩典，若毋是基督的疼，无人会甘愿啦。就亲像我一开始所讲的，
歹势，你刣猪啊，迄只猪胆真正甘愿，无人会甘愿。我相信，咱今仔日伫遮嘛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加心意，愿伊的心意能到伫咱，能到伫你身躯顶头，互咱即个无完全的人，会当成做上帝完全的心意。这边啊做会到，就是咱爱敏感去测验，会向专心发挥上帝伫咱以及伫咱群体内底的恩赐，来得到伊的欢喜甲乐乐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愿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你引带阮即群无完全的人。要学习你完全的心意，总是你知，阮是遮尔有罪，所以时常背逆你的心意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知影怎样找找你完全的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。这时三角内回应圣诗，圣诗173首，圣诗173首，恳求永活主圣神，恳求永活主圣神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来奉献，请张春莲执事、刘泰凡执事来实现。
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即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基督内底救赎，互阮会当诚侪心意更新的人，有新的用新的生命的用属来敬拜你，献家己完全做祭，来互你欢喜。主啊，阮嘛是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淡薄的金钱，求你来悦纳，求你来祝福。阮所献的每一分钱，会当用伫你的圣工的内底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。会众请坐。这时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伊的敬拜。罗马书12章1节，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。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罗马书12章第1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罗马书12章第1节。请掀开第1页，下周的服侍人员，请咱预备心。周间的聚会、主日学聚会、教育部课程嘛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小组的聚会表嘛，请咱到小组来聚会。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，请咱向办公室来更正。掀开第3页，消息报告。本主日为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，请为长老教会的教育事工关心大道加奉献。第2，关怀部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第3，福音之声音乐会。演出时间伫今仔日下晡1点，演出地点伫咱4楼礼拜堂。演出人员：黄东营老师、陈春杰老师、林文川老师、洪颂恩老师。欢迎咱兄弟大家拢留落来参加吼。第4，办公室公告，因为牧师甲办公室同工将伫10月24、25要参加这个中职共识营期间，办公室将暂时无人伫遐值班。若有急事请联络相关的负责同工，也是另外安排处理。下主日，立学金审核会
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，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：夫妇团契亲子课程，诚信治理上帝家中的治理蓝图。时间伫今仔日，伫今仔日下晡1点，地点伫9楼合班的教室。邀请爸爸妈妈甲咱的小朋友做伙来参加。第二，11月份祈祷会为性别公义祈祷会，伫咱11月7日拜六暗时7点，伫6楼副堂举行。邀请兄姐同心来祈祷。第三，福音倒球联谊赛伫时间伫11月7、8拜六9点到2点，地点伫6楼副堂。比赛的规则甲奖励办法请看咱4楼的公报栏简章要报名的请到4楼公报栏遐来登记。今仔日早起，大道事项请为花莲光复乡灾害大道奉献内容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下面请咱牧师介绍补充报告。好吼，咱今仔日其实有人客伫咱中间啦吼，总是我手中无写迄个介绍是秋凤节的同学，上时嘛住伫迄个美国纽泽西吼，甲妈妈吼。因全家这么伫遮，咱拍扑来欢迎因哈。请坐哈。愿上帝平安，就甲恁做伙伫地，会当享受这场的礼拜。伫遮要特别邀请咱等一个下晡1点，咱伫遮有音乐会，所以邀请咱大家若会使，即摆各会赴吼，即摆会当敲电话就看你的厝边头尾。什么人会当做伙来遮？咱就伫咱的教会会堂内底来听这场音乐会，甲见证。愿上帝帮咱夫妻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今仔日其实有准备这个唐教会140周年的迄个爱家贝的这个影片啊，吼，咱来看卖下吼，来。问仙桥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学乐团。问仙会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桃园教会的音乐。请问会劈腿的秦野，你来桃园教会多久了10年。你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爱家贝。请问志勋兄来桃园教会多久了7年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温暖。请问珍妮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怀仙志之前就来了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最喜欢桃园教会的人，好像不一样颜色的宝石。请问美智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18年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崇拜、主日学、爱家贝。问冠飞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我4岁就来教会喽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幼儿班，还有爱家贝。请问文娟老师和纯杰兄来桃园教会几年了？我来9个月。我5年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呢？最喜欢这边的人，很温暖。我最喜欢唱歌。也喜欢爱家贝小组。请问云安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1年。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这里的小组跟礼拜。文成来桃园教会几年？42年。因为我一出生就在这里。你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每一个会友们耶。你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16年。你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我最喜欢幼儿班的童工们。来桃园教会多久了？来14年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是吧？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我这边9楼可以让我上课的教室。桃园教会多久了？11年。你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？朋友。桃园教会有朋友。爱家贝小组，祝桃园教会生日快乐！
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上营圣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员请牧师祝祷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恩宠，甲你相见，心内罪恶，伫你面前，对主不悔，大地世情。我你所要，我命今天，你关心了，给我给尽，献出人爱，最后没有因传浪浪灵魂的救，我每心所救主主我，困苦的人，主因快乐，相信传感恩感念天不尽言感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电乐离岛。
彼此请安，耶稣听你。